这是 boss 要请你吃的。 boss 给两个，赞哦，还是叫啥啦？这个两个，龟苓膏啊，哎呀，这就一个啦。这是不是？大哥，你嘛惊一个，你我。哎，小哥，惊到，恁惊到我嘛惊到。你伤讲到无啦？这就是阮的迄个四卡鸡卵糕，啊，四卡咸的，四卡嘛是咸的，啊，这蔬菜嘛会当食。可可能这个菜是全部会使食的物件。全部拢是会使食的。啊，这是安怎食？一口一喙，看一个啊，你真正爱食。无，这是一喙龟苓膏，一喙水鸡哦。你会使配水鸡，啊嘛会使分开食，看你想要食拢会使。那安尼这嘛是你家己设计的？嘿，为什么爱放四卡啊？因为一开始北港四卡汤就有名的，唔知你有听过无？嘿，啊北港四卡汤因为伤出名，啊所以有的人起来做咖喱。 啊，到尾我有一个人客讲，啊，我想要食四卡配鸡卵糕，你会使帮我设计一下袂？啊，所以我你叫迄个人出来，你叫迄个人出来，那后白想啦，那这是你的灵感哦。伊互我这个想法啦，啊，我就想讲，安尼我就想办法，甲伊变成会使食的物件。你无发现一件代志吗？咱之前出去时阵，看到鸡卵糕，看啥物啊，大家好好拢食去啊。这届大家问题特别多。你问题拢爱食，我吃看卖咧。